太子殿下，东应国拜将求和，向您进献了珍宝。抬起头来，殿下，您看他们怎么处理？全都杀了！动手！护驾！护驾！东瀛派遣刺客行刺吕洞，罔顾父王下旨停战的美意。既然如此，即刻拔营，血洗东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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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岳统领，我们刺杀太子失败了。断了的刀也是无用的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。殿下，已经查过了，那些刺客又是碎星谷的人。有了，太医，你先撤吧。孤知道，拿他们换了3座城，够本了。殿下，您这旧伤不能不当回事儿啊！这隔三差五总有刺客来刺杀你，真是……明日启程，停战，回陈京。东瀛镇内乱，正是大好的机会。在这节骨眼上，急召您回去成亲，陛下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杜宾，不可胡言。是。喜迎太子妃！据说宁国公家的小姐贤良淑德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从未有人窥见其真容，正可谓女德之典范，与太子真是天作之合呀！哎呀，这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呀！对，如此良缘，实属难得。哎，难得难得。
太子殿下神龟，留有口谕。什么？死了？太子妃，跪听。隐士之女，柔亮端方，德行淑穆，与孤神交相遇。鸳鸯在梁，产景和鸣。若失彼意，唯愿合葬。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难舍您一人孤苦独活，既无法恩爱于世，就请太子妃随殿下而去。请太子妃殉葬。殿下怎能如此狠心？我还没有拜别父母，我父亲尹国公。太子妃，在大臣，皇家女眷殉葬乃是传统，想必尹国公也会以您为荣。先帝驾崩时，前皇后也是以头枪毙殉葬归天，还请您不负众望。请太子妃殉葬。自己命短，让女人殉葬，真是命短为己长。太子殿下交代了，若是您伤心过度晕倒的话，就由属下亲手送您上路。太子妃，选样吗？我不能死，我已经有了身孕，是太子殿下的。传太医。恭喜太子妃。这位统领怎么称呼？我叫杜宾。小杜统领。我在。太子妃，请讲。请问，我还需要殉葬吗？太子妃说笑了。太子妃，请安心养胎。姑姑，太子已死。哦，太子城府极深，死得蹊跷，为防有诈，主上需要信任。我会带一只眼球回来。殉葬之事我听说了，做得不错，月见。
怀孕只是权宜之计，待确认太子死讯，我就不。主上有命，将错就错，找人借种，生下皇孙。姑姑，这是不是太荒谬了？别忘了姑姑教过你的，不问缘由，只看结果。做我们这行的，为了任务，没有什么是不可抛弃的。东宫之内有我们的一个眼线，组织尚未启用过。现下太子已死，时机成熟，你去跟他接头。以紫花为信，暗号是天剑婉。夜来香。是。谁？二殿下，你睡了吗？二殿下，二殿下，府上进了刺客，您可安好？我没事，正准备睡觉呢。去那边看看吧。是。世人皆传，二殿下与太子同胞双生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世人可没传，尹国公之女爱好夜行，会武功啊。嫂嫂，主上有命，将错就错，找人借种，生下皇孙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借种嘛，就借个最像的。为了任务，闪一下就过去了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和二皇子借个皇种。哎，我皇兄尸骨未寒，嫂嫂就爬上我的床，你就不怕？现在，该怕的，应该是二皇子。借种一事，我看嫂嫂不太会，我来教教你好了。你可别耍什么花样！嗯，天剑丸，夜来香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原来您就是谷里的暗桩，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哼，你其实是想说，我怎么会暗下跟你的私通，意欲谋害皇兄？我等乡野小民不敢妄议皇族。也是，
你等荒野小民，也就只能暗杀太子，迷奸二皇子罢了。二皇子妙赞了，太子殿下不是我杀的。至于这，都是为了任务。任务？我可没有怪罪嫂嫂，毕竟秽乱后宫这等好事，我可是乐见其成的。宫闱凶险果真不假，这兄弟俩没一个正常人。至于你的任务，我可以帮你完成，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事成之后，我要见你们谷主。我只能代为通传，要不要见，由谷主自己决定。成交。哎，那从此以后，你我既是叔嫂，也是盟友了。玉非凡，约见。小倩倩，有意思。殿下，方才的刺客似乎就是假冒的太子妃。这个杀手心思倒是灵活，有点意思。早知道是这样的情况的话，那时候在喜堂就应该直接将他拿下，您还用得着受这种罪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杀手如何伪装成尹国公之女替嫁？您是说，碎星谷的幕后主使是尹国公？碎星谷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，背后定有高人指点。尹国公不惜以刺客、替女出嫁，与碎星谷肯定也脱不了干系。我若直接将刺客拿下，恐引起怀疑。对了，吩咐下去，假死一事和太子妃有遇，不可走漏风声。已经嘱咐过了。要是这两件事传出去，那陈京小报不得炸锅了？他们平时最爱的就是您的风月轶事，这次的标题我都已经帮他们想好了。太子勾引尹府千金，竟龙胎暗结。殿下，那您还要继续杀他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由着他继续演吧。孤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样。况且，孤的暗桩也是时候该启用了。是。殿下，将，您不会真的和他？属下多嘴，属下告退。哎，殿下，算了，没事。太子妃安。小杜统领，我来给殿下守灵。哎，小杜，我在。可否让我和殿下单独谈话？昨夜府上进了刺客，恐不安全，还是由属下陪着您吧。啊，刺客，那可抓到了。让他跑了。不过太子妃请放心，下一次，属下一定亲手将那个刺客抓了，让他悔不当初。那就好。这里是殿下的灵堂，殿下英明神武，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我。
还有我腹中的孩子的。可否就让我们一家人说说私房话呢？那属下就在门口。夫君，你要我殉葬，我呢，只要你一只眼睛可好？居然骗了我，没死！杜宾，我在。太子妃，你这是何意？殿下神龟，妾岂能苟活？妾身正欲自裁于殿下之灵前，幸而老天开眼，实乃陈国之幸。是啊，医学奇迹，陈国之大幸。原以为是把普通的刀，没想到如此雕花狠毒，倒是姑小看你了。听说郭与太子妃有一孩子，我这是保命之计，殿下大容应该不会计较吧？人之常情。那太子妃，你今天为何带着利刃到灵堂自裁？一天一个主意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当然是继续杀你了。殿下真是冤枉妾身了。妾身在灵堂之前出于自保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妾身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就想着怎么能让殿下一个人孤零零的去了呢？什么功夫，能用内力围出运脉，还能逼出眼泪，挺厉害。当然是杀你的功夫，不过哪儿比得上殿下那起死回生的神功呀？这老奸巨猾的太子，还是赶紧完成任务吧。来吧，夫君。如此良辰美景，可切莫辜负了呀。太子妃为何如此心急？妾身心悦殿下，其实难求。哦，你心悦过？殿下龙章凤姿，大臣上下谁不心折？
太子妃，你头上怎么好像有白头发？武将之女，难免的。孤倒想看看太子妃身上还有哪些防身之物。殿下不愧是殿下，重伤未愈，竟然……真是龙虎之躯呀！太子妃，好福气！不该听的别瞎听，去。殿下这招美男计真是高明，高明。殿下，真的没有了，不能再拖了。